贺锦熙，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我今天忙了一天，先洗澡准备睡觉去了。你站住！你让我早点回来，你自己到现在才回来，你什么意思？刚才你那个表姐到我们的房间来洗澡，她说是你让她来的。这是我们的房间，是我们的空间，你怎么能让别人进来洗澡呢？他刚才进来洗澡了。那你们两个人有没有？你当我是谁呀？要不是她是你表姐，我绝对饶不了她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下一次，不对，没有下一次了。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他来我们房间了。你就是这么认错的？对不起，全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全是我不好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那，你想要我怎么做？你说呢？你就不想表示一下吗？算你跑得快。奶奶，哎，吃水果。哎呦，还是锦溪懂事儿啊，不像你，长这么大还没有给奶奶削个苹果呢。